在台南的旧城区原底有真侪条溪，不过因为都市开发的关系，这些溪拢已经封砍起来啊。有的溪甚至有300年的历史，所以台南在地团体就呼吁讲，要把这个挂现好开。然后台南市都发局最近是打算要伫咧福安坑溪掀开一段来正做示范的点。大道龟仔甲土沙伫咧溪内游来游去，这种景象已经真罕你会使看到。这是台南旧城区的其中一条溪，对清朝保留到今有300年的历史，号做福安坑溪。那当前在地有真侪团体倡议，甲府城的溪流拍开，最近总算有进展。南市都发局有争取到前瞻计划经费，打算要甲福安坑溪路边段加做一个示范点。我觉得是 OK 啦，只要做稍微的规划一下，都是好事。它的水是有自然出水，而且水是非常清澈的。我们可以看到里面非常清澈，而且我们从后面这里钻进去的话，有发现有泥鳅、有头沙。然后当然还有很多大肚鱼啊、孔雀鱼之类的，里面的生物很精彩。福安坑溪得到补助计划，要加做示范点。真侪团体听到这个消息，拢足期待。不过，溪无砍挂，毛民众过路安全，希望爱有配套措施。但是社区大学的研究员讲，拍开挂除了会使互大家亲近水资源，嘛会使呈现历史水文的重要性。机打开来，非常的好。然后只要把安全措施配套做好，应该就会很不错。取得大部分市民的一个共同的认同之后，我们才会做后续的处理。所以也许未来它是透过开盖的方式，或者是用其他方式的来处理，后续来做一个平衡的一个方式。明年是台南建成400档，为了要呈现台南古城的优质景观，都发局拍算办4场工作坊。7月2日第2场要互各界人士来讨论，相关单位则整合大家意见，让台南的溪流恢复生命力，挖进台南人的生活。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